其他消息，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美国。美国纽约伫逐年大约拢有超过5000万人会去遐佚佗。要过因为旅馆伤贵啊，所以旅客大部分拢是租在地人家厝去住短期的。要过即马当地政府有提出新的法令，禁止厝头家甲厝税予短期的游客。因的理由是，这个厝应该留予要伫纽约住长期的厝卡。美国的纽约是全世界上侪观光客的城市之一，但是市中心的旅馆是贵甲会惊人，住一暝上无爱400块美金，差不多台票12000块。较高级的饭店就搁较贵，根本毋是一般人住会起的。真侪观光客会去 Airbnb 还是 Vrbo 的网站，找伫纽约较郊区会当睡短期的民家厝。但是最近若上这个网站，会发现会当睡的民家厝数量变甲真少。因为纽约市政府自今年9月开始严格限制这种短期的税厝。The city of New York is in an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eserving our affordable housing, which is for people to live in permanent housing, not for short-term rentals. 根据新的规定，厝主要先向市政府申请登记，审查通过了后，厝才会当用来睡短期的，袂使一摆睡超过2个人，而且一摆一定要睡超过30天以上。厝睡出去的期间，厝主阁一定要同时住伫内面。若是按照这个规定，目前伫 Airbnb 网站顶头的厝，都大部分拢无合格。常常去纽约观光，也是出差的人讲，安尼实在是真无合理。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travel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so it didn't make any sense to me at all. 对去纽约观光的人来讲，可能会感觉无方便，但是真侪纽约在地人拢赞成这项新的规定，因为过去伫公寓内面，若是有睡短期的厝，就会一间间有无熟悉的人出入。毋若有安全上的问题，嘛会加真吵，环境加真垃圾。Imagine if there's an apartment in a building that's consistently being rented for late night partying during the weekends. That means that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hood,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s in the building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 restful night. 推出新规定了后，违反规定的厝主上最会去罚款美金7500块，差不多台票24万。纽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种方法，会当解决纽约房厝无够的危机，改善主题区的生活品质。但是对纽约一年470亿美金的观光市场，到底会造成偌大的影响，佫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记者甘文恩编译。